大罢免第2阶段最后冲刺，有不少的民众来欢迎，讲收到罢免国民党立委的简讯，内容拢差不多，拢是请大家一个人救5个人，搁附上着联署站的地点。立委吴宗宪讲，这有泄露着告知的嫌疑，嘛质疑电信业者把手机啊号码外流予罢免团体。中华电信来回回讲，这个资料的处理拢是按照告知法有定定的保护。我们将来对于会议事录有无错或遗漏，这到底需不需要每一个委员表示意见？他们欠缺基本的认识，我们还随了他起舞。接答确清技术录，司法委员会调委吴宗宪挑告起讲，因为大法官对技术天数产生质疑，未来监督的问在场的意见，后一秒所听到有人在咧骂。专利法院的开会，就你第一答问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你不懂议事规则就算了哈。好，议事规则我们委员会自治。不是啊，你问这个问题，甲都爱国枪啊，讲这开玩笑啊！你问这题就是开玩笑。两边的会期拢真粗，吴宗宪说来甲问题转向。罢免团体发大量简讯，敢若滥使用个人资料的问题，因为真侪民众竟然讲声伫咧社群平台顶压了，收到简讯内容嘛拢相像，招致人有个人更加上紧的联署站点。因为我目前其实也没有收到民众对我们有任何的好，那这样我要跟你讲哈，是那个民众还说，那会不会我连我去汽车旅馆就资料全部都被你们掌握？他们现在担心的这个点，现在很多诈欺集团，它是利用这些所谓的简讯代发业者所取得的资料，去反推回去大家的习惯。怀疑敢有为了趁钱，泄露手机的号码予罢免团体，中华电信赶紧来澄清。诈欺集团使用业者这些外面这个代理业者的资讯，这个都已经是实务上的一个事实。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说，我一切。我符合个资法。就现在报载的这个案，或刚刚委员提到很多案例，其实是来自于发讯端他的行为。大罢免到第2阶段，意外牵连到治安危机。那司法院是讲，若是去侵害到款项，会当家己去向管辖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或者是行政救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